依家我冇話你哋啊，就算係我啊，我都想200幾萬就可以攞低佢啊！大學裏邊嘅教師樓環境係絕對一流㗎啦。咁依間屋嘅話咧，應該係拆爆晒朋友圈，因為咧佢非常之有特色，可以做到電梯平層入戶。咁有啲朋友咧，我見人哋嘅評論區啊，就話係咪炒家㗎？係咪裝修㗎？傻嘅，梗係唔係啦。原先呢個位置咧係個陽台位嚟嘅，業主將佢打通咗，而且咧因為電梯平層入戶，佢將原先嘅圍欄位啊打拆晒佢，咁咪逼到要自己重新去裝修咯。咁啊好在咧多咗個10個方嘅平台，呢個平台講真啦，成間房咁大㗎啦，仲要係南向嘅一個專屬嘅電梯間，望翻出去咧係唔會對翻街邊嘅。咁而且嚟講咧，成個校園環境非常之優美㗎啦。咁到時候呢度嘅話咧，我會建議啊，做翻個雙開嘅子母大門啊，寫住大展鴻圖，哇，非常之霸氣㗎啦。咁啊95方入正，成間屋嘅話咧係一個非常之方正嘅一個戶型嚟嘅，餐廳位置非常之好擺嘢㗎啦。咁啊廚房位置喺度嘅，管道煤氣嘅話咧係有㗎啦。咁你到時候嘅話咧自己開通。咁啊3間房嘅佈局，依間屋咧真係唔使開燈嘅，採光非常之好，3開間南向，而且嚟講咧3面單邊。嗱，衛生間乾濕分離啊，絕對冇問題㗎啦，全部都係有窗嘅。你睇下空間採光好到，依間房非常之大，唔使開燈。大到打關頭都冇問題嘅，咁而且咧佢唔係頂樓啊，仲要帶一個散級嘅保育席小書包。呢度本身又係陽台位嚟嘅，又係將佢打通咗，95方嘅入證。咁而家開價咧講緊都係300萬出頭嘅啫，即係唔好咁亂還價啦。因為呢啲屋嘅話咧，本身就係買一套少一套嘅嚇。有興趣嘅關注我團，帶你過嚟睇。